清楚的。OK，要录音哦，录音录音啊，开始录啊哈。海外梦之声，海内外台湾人共同为台湾来发声，参与主流，行入世界，这是阮的心声。各位关心台湾的朋友，大家好，今仔日咱伫这遮要来探讨真重要一个议题，由非常杰出的两个专家，就是咱前任的这个国防部长蔡明宪部长，甲这个过去的这个将军张延廷将军要来甲咱做主讲。那么伫这个网台海外网之声的网台，伊本身是无附属任何政治团体，伊主要就是要望讲台湾会当早一日行入这个国际社会咱欢迎社会优质人士来遮甲咱做因的专题的建言望讲对咱所欠缺的这个议题提出因的愿景互台湾会当早日行入这个民主的社会那么今仔日咱伫遮要讨论，就是过去对2月24开始所发生的这个乌克兰战争呢，迄个罗西亚的总统普京，伊讲做96小时就要甲这个乌克兰摕落来，结果呢，即摆拍过超过3个月佫战争佫继续咧进行那么这礼拜内底，咱会当看到就是上界严重的，就是这个 Russia 的军队继续伫这个有乌东继续伫遐轰炸，但是呢，美国伊已经要支援真济这个稳定的这个火箭来支援对那么咱会当看到讲Russia 伊even甲这个伊的 BMT 就是讲伊的终结者的这个 BMP 的这个 tank 要来拍这个 Ukraine， 结果呢嘛是去用反中国都转那么美国已经提供这个稳定的这个rocket 要来支援这 Ukraine。那么今仔日咱伫这遮有请到这个非常杰出的这个演讲主讲者，因要来针对台湾的国防战略甲政治的这个改革会当来提供因的专业的看法。咱伫这遮要请这个海外网的社长那么蔡明芳来做这个介绍人。那么之前呢，咱由这个副教授朴手先来介绍这个张将军朴，请。下秀蛋姐，好啊，分享荧幕一下哈。好。开始哦。小荧幕。各位朋友雄心喜多，大家安早安，大家好。今天我很荣幸能够来介绍第一位讲者张延廷博士，他目前是担任国立清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那也谢谢各位在这个 Long Weekend 在美国是 Long Weekend 的这个周末，很多朋友们他们愿意很多朋友愿意牺牲时间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这个 webinar， 希望今天晚上的这讨论
各位能够集思广益，用这个民主讨论的方式，好，我们能够集思广益来保卫我们的民主、自由和人权。那第一位我要介绍的讲者是张延廷博士，他现任是国立清华大学荣誉讲座教授，他曾经担任中华民国空军中将副司令、政战主任、参谋本部次长、空军官校校长、空军航空技术学院校长，然后还曾经到美国 Stimson 的智库博士后研究。那张将军的学经历非常的丰富。那他除了在这个空军任职的时候担任很多重要的职务之外，另外他本身来讲，他也参与他有很多的军功，譬如说他是最后一位少数的飞行员有飞入到中国大陆的这个东南沿海的上空去进行征收侦察，然后北到浙江，南到广东，好，征收了很多非常有用的情报。那此外，他本身还有曾经追击过，当时还是苏联的战斗机接近台湾的领空的时候，他也去进行这征收的这个情况。那目前他这个诲人不倦，然后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的这个讲座教授。我们非常谢谢他今天在百忙当中也牺牲这周末假期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来一起分享他的一些经历。那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这个蔡明峰社长来介绍我们这个第一位讲者，这个蔡明宪部长，谢谢。各位海内外的朋友、长辈、先进，大家好，谢谢OK， 今天我们请2位台湾的国防专家根据伊拉克战争现代化的科技战争跟战略，所以我们来探讨台湾怎么防卫。所以呢，请2位国防的专家跟大家来解说那我现在就介绍蔡明宪博士，我们台湾的前国防部长他是我的兄弟所以呢，我了解他的生平比较详细。我今天就利用这个时间来讲蔡明宪60年来的这个生平历录，也就是说明台湾的60、70年的台湾近代史。OK 第一，1964年，蔡明宪台湾大学服兵役以后，就到加拿大的马基尔大学去留学。但是呢，当年平民敏教授跟他的学生在台湾发表台湾铸就宣言，所以蔡明宪在加拿大的马基尔听到这个消息，就在学校跟这个蒙特利尔发动抗议示威，就引起国际的轰动，甚至台湾政府国民党的高层就访问该校的校长请他们2位到他的办公室来。他说学校是保持学术自由所以他不干涉学生的这些政治的思维，所以呢就不欢而散。那从此蔡明宪就变成黑名单，就永远就没有办法回到台湾来了。那彭明敏1964年这个台湾铸就宣言就是说要使台湾成为一个先宪法、先国家，加入联合国一个国家，一中一台早已是铁的事实。他在58年前就讲这些话，到今天台湾还没有办法制定新宪法，成立新国家，加入国际社会，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深思来探讨的。OK， 那第二个我要解释说，
蔡明胜在这个蒙特利尔的这个缅奎，就是魁北克省，这个省在1968年开始就有想要成立独立一个新的国家。在这个时间以前，这个加拿大的西部称为西加拿大，东部称为东加拿大，所以呢，魁北克省呢，他要求独立，因为他这个是华语的族民的地区，跟西部的加拿大英语的地区不一样，所以制度啦、规范啦，有一点点对华语社区地区不大公平，所以他们就要说要呼吁要独立，所以在1980年有公投一次，60% 对40%没有达到成功。但是这些要独立的人士一直在呼吁，所以在1995年，就是从今天开始算是30年前，就是这魁北克省的人民想要独立，但是最后只有差1.12%，也是没有成功。但是这些2次的公投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让加拿大的制度民主典范更彻底来改善，所以现在就是平安无事，共同为加拿大的民主国家来分化。所以呢，台湾一定要有一个借鉴，就是台湾应该让这些人民的声音经过公投来表达意见，然后政府、政党，然后大家集思广益来探讨。所以呢，蔡明宪在加拿大，在华属地区的这个所以呢，就接待台湾的党外人士，例如林义雄，他就有一阵子到加拿大几个月，探讨加拿大独立的这个活动。所以呢，蔡明宪从那时候1964年开始，到了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他还为台湾的民主运动还在打拼。然后他后来到加州西部这个法学院去深造，拿到博士的学位。他代表这个该届的毕业生，学士、硕士、博士一起的毕业典礼，他代表毕业生祝词。我的母亲很高兴，特地从台湾来，我也从纽约赶到西部去，因为台湾人能做那么多的毕业生代表毕业生来祝词，算是台湾人的光荣了。好 ，OK， 再来。这个蔡明宪以后呢，就受民进党的征召，成为这个国民代表。然后2届的国民代表，那时候是李登辉的时代，所以就在国民大会坚持要废除万年国代跟万年立法委员，废除戒严法。所以后来就整个国民大会就取消掉了，所以这是这个民进党的功劳。蔡明宪用心用力去推广，然后蔡明宪又做了2、3任的立法委员，他就全部这个积极推广台湾的国防法、国防白皮书。他就在利用这个时间，就注定了一个台湾国防法，然后就是国家军队化，这个军人就要中立化，所以呢，后来学校就没有教官了，军队的军人就不受党的指挥去投票了，怎么样？所以这个是台湾进一步国防化、国家化、军队国家化最重要的贡献。再来，
这个蔡明宪在立法担任立法的期间，担任国防副部长的期间，有成立一个台湾国际国防评论的一个论坛，他每年召开一次，这个是国际论坛。所以呢，有一次他拜托我在美东募集5万块钱美金，作为他邀请向全世界4个国家的军事人员来台湾参加这个论坛，发表他们的意见啊。所以他到今天，他还是要为这个台湾国防评论还在打拼。所以到今天为止，他继续为台湾这样重要的事情在把关，在奉献意见啊。这个是我们台湾的台湾主地，所以他现在到今天，台湾的规定70岁以上就不能教书了。但是他现在80岁，仍然在国防大学做客座教授，在台中机师大学也是担任客座教授。所以呢，他虽然80岁了，但是呢，他对台湾的关心不输于年轻人。然后50年如同一日，从他1964年到加拿大去留学以后，已经到现在已经58年了。彭明敏教授98岁刚过世，所以他40岁就发表台湾的著作宣言。这个我们应该要学习他的对台湾的关怀。那大家有一个问题，他为什么做台南神学院的教授？因为他那时候黑名单不能回台湾，但是他想回台湾去奉献给台湾，所以他拜托神学院的这个小牧师请他替他申请，所以呢，萧清文牧师就替他申请，聘请他来台湾做教授。最后政府没有办法不接受，所以蔡明秀就到台南神学院去当1年的教授。1年到期，国民党的政府就不允许他要离开台湾了。然后我父亲也跟他讲，以后你就不要回来台湾了啊。然后我父亲就跟他讲，我希望你平安无事啊。所以这个是父亲对孩子的这个关怀了哈。那我现在讲到这里，就是说蔡明宪为了关爱台湾，我们的母亲台湾，所以呢，他关心台湾的国防、台湾的国安，所以他日以继夜在研究，然后去收集资料。所以今天大家请他来讲台湾的国防政策，我就讲到这里，谢谢。那蔡明宪博士，你如果要补充，你等一下可以补充哈。OK， 那现在我们就请蔡明宪开始主讲。现在是9点25分钟，所以你可以讲到10点钟，然后 Q&A 延后25分钟。OK， 请讲。OK， 蔡明宪，请讲。祝多谢台湾海外网的蔡明峰社长、Martin 蔡社长今天邀请我在国防部服务的时候的好朋友也是杰出的空军将领张元廷将领，相当杰出的一位好朋友跟我一起来上今天的视讯的研讨会或演讲会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来共同学习从俄国跟俄罗斯战争来思考台湾国防战略及国防政策的改变跟一些建议我在这个地方也除了感谢这个社长台湾的社长蔡社长以外呢，我也感谢在
美国加州这个的荣谢哈他帮忙set up 今天这样的一个研讨会哈也感谢加州的好朋友哈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全球的国内外台湾国内外的在好朋友共同来思考这个很重要的议题。台湾国防战略及政策的改变跟一些想法跟建议刚刚蔡明峰社长帮我介绍太多了史湘他过奖我是一个很平凡的加平凡的台湾囡仔一个台湾人嘛一个基督徒，所以我过去呢虽然是在海外的黑名单袂当回来台湾，总是我过去在美国在加拿大前后32天回来台湾嘛32天所以我的时间的一半在国外另外后半段32年呢回来到台湾嘛是在台湾的奉献甲真侪千百的这好朋友大家共同来思考台湾要让台湾这个正常化国家有民主自由法治甲人权受尊重的一个国家我今日要讲的主题有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第一个部分我是要讲对next 第一部分我要讲对这个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对台湾国家安全的影响甲反省第二部分呢我就是要讲有一天即马国际上你讲即马俄乌战争以外上重要的大家足紧张的所在是台湾海峡希望台湾海峡会当和平会当稳定无战争无军事的冲突总是俄乌战争对台湾国家安全的影响是什么所在咱台湾要来改变台湾的国防战略甲国防政策这是第一部分我要甲大家分享的第二部分就是讲中国有一天伊若真正文攻武吓威胁台湾海峡封锁台湾海峡的时候甚至中共解放军的2炮部队用这个用飞弹用导弹来这个影响台湾要来侵犯台湾的时阵咱台湾的政府跟台湾的国防部怎么样来因应这个是我要甲大家分享的上尾一部分是我今日重点第三部分就是要讲台湾国防战略甲国防政策的一个我个人的想法甲建议给大家做参考嘛要今日伫线上有可能国防部的朋友国安台湾政府国安的朋友是真侪媒体的朋友嘛伫线上你看你听互恁做参考不过总是我要甲大家我今日的表达的想法对国家战略甲国防政策的建议呢是我个人的想法甲建议较毋是代表我以前服务过国防部还是国安会还是国防大学还是我即摆咧教的大学的意见这是我完全我个人的想法甲意见我过去是美国加州纽约州的律师我1990年回来台湾到即嘛32年我一直伫台湾甲足侪关心台湾现状甲未来的这和平大家伫共同来思考拍拼这是我的今日的心情要甲大家分享要甲大家讲的我来先讲第一部分俄乌战争对台湾国安的影响及损失引言人有讲，伫今年的2月24
等普丁苏俄的普丁总理讲，伊要入侵乌克兰，要从96点钟4天的时间，就要控制、要征服乌克兰。但是到今日，乌克兰是一个小国，对苏联讲起来，苏俄讲起来一个小国，总是透过因的军队，透过因的人民的抵抗，因已经是3个月啊，4个月啊，因啥啦？这俄乌战争对咱台湾讲起来，对台湾的国家安全讲起来，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有什么特别咱会当反省的地方？会当互台湾做参考的所在？我有提出4点，甲大家分享哈。第一点，乌克兰战争因今日对抗苏联的侵略已经超过3个月，进入第4个月，因啥人有法度安尼做，有法度安尼抵抗，挡这么久。第一，乌克兰战争，虽然乌克兰的军队只20万人，要来对抗伊的隔壁的中国、俄罗斯，拢总有90万的军队。一个小国哪有法度对抗这个大国？第一点，因就是讲乌克兰因运用不对称的作战，像讲因中国因的家己国家研发布置的海王星的飞弹来击破苏联黑海的最主要的战舰莫斯科号。这就是不对称战象，一种能力飞弹，伊家己研发的海王星飞弹来弄派这个苏联的黑海的主要舰队的这台船，互苏联互苏俄伊伫黑海的舰队无法度运用像因嘅计划安尼，这是一个足重要不对称的作战。因是讲传统陆军拍陆军，空军拍空军，海军拍海军，不是安尼。因中国因的不对称，不对称战争英语是asymmetric warfare， 不对称，小国甲强国的战争，这就是像台湾，虽然是对中国讲起来，台湾的军队较小，战力可能无比中国遐尼好，咱嘛是对中国思考一个不对称的战争。要安怎撞咱的飞弹，要安怎撞咱的水雷，要安怎撞咱的无人驾驶、无人的飞机来对抗中国对台湾的侵犯。这是第一场不对称的作战。小国要甲大国要相谈，一定爱用一款不对称的武器来甲一个较大国的这个国家呢来对抗，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咱会当来思考就是俄乌战争呢，这届有法度拖4个月、3个月或4个月，就是乌克兰的全民国防甲因的全体人民的后备防卫动员。等我这几礼拜一直咧关心，你看俄乌战争，乌克兰的人民安怎来抵抗？这个苏俄苏俄的这舰车，要来参加，甲因的乌克兰的部队来共同来对抗这俄国的这个军队。你像讲，我看到电视，乌克兰这阿公阿嬷，因嘛是野枪，野军来伫乌克兰的大都市的大路来抵抗俄罗斯的这舰车，我感觉就足感动。这就是讲俄罗斯，就是讲乌克兰的人民，不是干那靠军队来对抗俄罗斯，因为全国的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当国家有需要时，伊就站出来，来共同对抗伊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全民国防，甲全民后备防卫动员的重要性。
这当然嘛，咱来钦佩这个乌克兰因的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因感觉就讲为了捍卫乌克兰国家的安全，他们不分男女老幼都站出来对抗苏俄的侵犯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台湾人民为了对抗中国的解放军的时候，台湾不是单单靠咱的国军，台湾的人民永远要徛伫当国家安全的立场，要全民国防，不分男女老幼，拢要站出来对抗中共解放军的这个侵犯台湾。这是第二项我要跟大家讲的。第三项我要讲就是讲，这个乌克兰战争会当动到这么久，进入第4个月，除了靠他们国民的全民国防，他们的军队的这个坚持的抵抗俄国的这样的一个侵犯，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因乌克兰得到了美国、北欧、北约国家的德国、法国、西班牙、英国等等国家的援助跟联合防卫，来帮助乌克兰来对抗苏俄的侵犯。所以这一点呢，我嘛要讲，这个台湾的情况也蛮相像的。因为未来如果中共解放军侵犯台湾的时候，台湾除了自我防卫，家己要打拼努力来对抗中国的侵犯台湾以外，咱那个美国、跟日本，甚至咱周边的理念相同的国家，来共同来造成一个区域的安全联防跟合作，这是最重要这是这个俄乌战争。在北约的国家会当帮咱乌克兰来对抗俄军、苏俄的这样的一个侵犯，给我们很大的学习，就是用区域的安全联防跟合作的必要性。就是有一点我要跟大家提醒，这个虽然是讲北约国家帮咱乌克兰真多，提供武器、提供人力、物力，就是北约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包括德国、包括美国、包括法国，因无正式派军队入去乌克兰，帮助乌克兰军队来抵抗俄军的侵犯。当然，北约的国家因无派兵入去到乌克兰，有伊的考虑，因为派兵入去乌克兰扩大了这样的一个战争。我也希望讲扩大战争的效果。苏俄呢，有可能动用这个核子武器，那这个是大家不希望看到的。所以今天呢，从俄乌战争呢，北约的国家没有对苏俄有一个有效的吓阻，没有讲美国拜登总统对头开始讲美国不会派兵入去乌克兰，所以这个给苏俄呢一个借口讲，OK， 美国、甲德国、法国拢无要派兵来乌克兰，所以我会当派军队，我的坦克车就入去这乌克兰，伊认为讲96点钟是1礼拜就要克服要征服这个乌克兰。所以今天呢，咱今日要对俄乌战争对台湾国家安全影响的，咱家己怎么样来强化咱台湾家己的防卫、自我防卫的能量？现在国防部的这个战略目标就是重成有效吓阻、防卫固守台湾澎湖外岛。就是我会提起台湾的情况跟乌克兰不同的是讲，乌克兰境内全部大部分都是一个平原乌克兰是有欧洲谷仓之称，伊内底农业甲工业足发展的，拢平原，拢总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是台湾它到24倍、25倍的宽。但是台湾的土地70%以上拢山，干那20%、25%是平原，伫西部的台湾的平原。
就是台湾要对付中国有一个好处，就是讲咱甲中国有一个台湾海峡，有差200公里啊，台湾海峡。啊，这个咱怎么样？如果有一天中国解放军啊侵犯台湾的时阵，封锁台湾海峡的时阵，台湾怎么样来境外阻敌歼敌？中国伊还未登陆台湾以前，咱就爱甲伫咱海峡就爱甲因战争啊。从咱的不对称的武器，包括咱的飞弹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前舰，包括我们的海军、空军、陆军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不对称的战备，现在要对抗敌人。对敌人阻敌、歼敌、灭敌，绝对不能让中共解放军来登陆台湾。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思考所谓的境外决战除了有效遏阻，我们要一个境外阻敌、歼敌，然后同时呢，我们要固守保卫台湾、澎湖等外岛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不对称战争的审视重要性，还有全民国防及后备动员的重要性，然后区域安全合作联防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我们要思考台湾面对中共解放军的文攻武吓，咱要安怎来？除了有效遏阻、防卫固守以外，我们要做一个境外的决战的阻敌、歼敌的一个动作。这个是给我们国防部做参考的。下一章，这个部分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果因为现在国外一直把除了乌克兰战争外，现在台湾的海峡，甚至全世界，大概把眼睛都在看台湾海峡有没有可能发生战争或冲突。有人说可能6年后。中共可能会犯台，有人说可能3年以后，可能说2年以后，但是站在台湾，我们料敌从宽，我们一定要随时随地做自我防卫的准备。如果说明天或下个月或明年后年，中共对台海宣布对台湾海峡的封锁，并用他们的飞弹、导弹对台湾做第一 first strike， 就是第一个打击可能他们的飞弹部队打击台湾的机场，打击台湾的军港，打击台湾的重要的军事基地。这个时候，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策怎么样来因应？因为我过去在国防部服务有一些经验的但是一些比较机密的，我就今天就可能先不讲我可以讲可以公开的或已经公开的部分，来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的政府官员、国防部或国安单位或台湾的相关的政府单位或人民共同来思考。第一，如果中共宣布封锁台湾海峡或对台湾做飞弹的第一个打击系列的话，那么第一项，我们的台湾政府应该立即宣布动员令，全面戒备。依法宣布动员令，全面戒备的结果，政府要马上做人力物力动员，要储存足够的战略物资，并且防务水电、交通、通讯重大民生工业设施的保护。因为中共他们的飞弹可能除了打机场、军港，还有我们军事基地以外，他们可能会把我们的这个电塔这个水库、我们的铁路、我们的公路，包括我们的通讯系统，重大的民生工业是打坏或破坏掉。所以政府应该宣布动员，全面戒备。那当然，我们现在过去政府有在做，
怎么样来全面动员、全面戒备，物力、人力的动员，怎么样来维护水电、交通、通信等。我们过去的所谓的义山兵队都有在做，但是呢，更需要加强、强化中共他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封锁台湾的结果会有什么影响？他们破坏了水电、交通、通讯系统以后，我们怎么样来因应，把我们这样的基本的民生的工业设施尽快的来恢复？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第二点呢，我们的国军呢，也应该随着立即全面动员戒备跟战备的防护，而且我们台湾的国军的不对称战力呢，包括我们的飞弹部队，我们台湾的飞弹部队现在可以说世界上除了以色列以外，我们飞弹的部署的比例呢，可能是相当不错的。除了我们的爱国者的飞弹以外呢，老实讲，我们有这个昨天我们国防部发布的新闻稿，说我们在台湾东部海域，我们空军、海军跟海巡署，我们有试射这个飞弹，我们有试射这个熊2、熊3、天宫3号等等的飞弹试射，而且98%，根据国防部的消息，98%都击中这个目标。这个我们不对称作战的战力呢，对这些中共解放军的飞弹呢，我们要及时升空拦截飞弹。我们爱国者2型、爱国者3型，我们部署了10几年了，20年，我们应该有这个能力来拦截。而且我们的飞弹部队、我们的导弹部队呢，要对敌人中共解放军的阵地他们的机场、他们的军港做精准的源头打击，来迟滞敌人犯台的杰作。中共解放军封锁台湾海峡，他们要控制台湾海峡，所以他们第二个步骤呢，封锁台湾海峡以后，我相信他们一定要登陆台湾以前呢，一定要用飞弹来摧毁台湾的军事阵地，刚才讲的机场啦、军港，还有重大的这个交通、水电、通讯的设施。我们面对的中国这样的一个第一个打击，对台湾的打击呢，我们国军的不对称战力呢，要还击。我们可以承受第1级、第2级、第3级，第1天、第2天，但是我们要立即的备战，有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反击，对敌人的军港、机场，我们要做精准的打击。我们打击要打击他们的所谓的我们的打击他们的飞机从什么地方起飞，他们的这个飞弹的部署基地在什么地方，我们要打击他们，还击的自我防卫的能量，来迟滞敌军犯台的节奏。我们打他们的机场，不让他们的战机能够顺利的起飞来犯台。我们打击他们的军港、军舰，不让他们的军舰跨过台湾海峡中线来登陆台湾。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我建议国军呢，能够随时的动员。我们国防部部长呢讲的，我们随时随地都要备战，随时随地都要准备用不对称的战争来应对来袭的飞弹，跟敌人的阵地做精准的源头打击、反击，来确保，来迟滞敌人的犯台，也确保台湾的安全跟备战的能量。下一章。那第3点呢？我们怎么样来因应中共封锁台湾海峡跟对台湾的第一个打击？是第3点。
我们的陆海空网军呢，现在是四军要有效的联合作战，以不对称的战力，飞弹对着飞弹，我们的水雷，我们的无人驾驶机等等，来阻敌毁敌于海上，灭敌于近岸。那我们国军呢，一定要阻绝敌军呢登陆我们台湾或空降到台湾，以达到制空、制海环登陆的战略目标。今天乌克兰战争，他们大部分的战争破坏、伤害都在乌克兰境内。乌克兰有6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都是平原，所以所有的坦克车、军人，他们的战机可以在乌克兰的领土、领空打仗。那受害者是谁？受害者是乌克兰的人民、无辜的老百姓跟这些这个建筑物等等。但是今天台湾不同，台湾跟中国有一个200公里的台湾海峡，那这个是对台湾是有利的。中共要侵犯台湾，要登陆台湾，或空降部队来空降到台湾本土。以前呢，我们的国军呢，陆海空军一定要联合作战。网军要得到了中共解放军的动作，他们的海军、他们的飞弹部队、他们的空军，我们第一个阶段，我们就要要用不对称的战力阻止敌人，甚至毁灭敌人在海上，他们的战舰来到台湾海峡中间，我们就要跟他们用飞弹把它摧毁。那如果他们一直靠近我们台湾的海岸近海，可能20公里、30公里、50公里，我们就要跟他们用我们的不对称战争。现在我们有很多这个不对称的武器像我刚刚讲的熊2、熊3、天宫2号、天宫3号我们现在有爱国者飞弹，那甚至我们也向美国买了这个所谓的鱼叉飞弹我们都射程都有好几十公里，甚至100-200公里。所以我们在台海就要跟他们作战，跟中共解放军作战，要阻绝中共解放军登陆。因为中共解放军登陆的话，在台湾的本土作战呢，伤害的是台湾的人民，伤害是台湾的交通、通讯等等，对台湾是不利的。所以我们在战争开始，中共对台海封锁或第一个地系的打击的时候，我们的国军就要透过联合作战，用不对称的战争，跟敌人在第一阶段就是在海上要牵这个毁敌、阻敌，阻止他们犯台的节奏。那他们如果我们在近海不让他登陆，我们的近海就用我们的火力呢，要跟中国做一个决战的一个重要的据点。那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的政府跟我们的国军呢，随时随地不要等到中国封锁台，我们现在就要跟台湾、跟美国、跟日本等国及时交换情资，共同坚贞巡航台湾海峡，共同协力阻止中共解放军对台湾海峡的封锁及侵犯台湾本土，确保台海飞行自由及和平的稳定。事实上，现在呢，美国、日本的战舰，他们的战机甚至航空母舰，过去2、3年呢，几乎定时或不定时的在巡航台湾的海峡，从日本海、东海到台湾海峡，甚至到南海。
未来如果中共封锁台湾海峡，甚至对台湾有一个飞弹的第一打击系列的话，那么我第4点的建议说，台湾、美国、日本更需要更深度、更广度的交换情资。我们现在有交换，跟美国、日本有交换情资，美国、日本甚至澳大利亚、印度、法国、英国的战舰，甚至他们的战机，都有到台湾海峡、南海在巡航，确保台湾海峡不被中共来封锁。所以这一点是蛮重要的。所以这4点呢，我认为说，当中国开始封锁台湾的时候，甚至第一打击台湾本土的时候，我们要做的4点很重要。当然还有其他的重要的这个措施了哈。不过我简单的把这个我们怎么样来及时来回应因应这个是第2部分。那最后一个部分呢，下一章。今天的重点可能是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分享我要做一些建议，个人的建议。第一项，强化并落实台湾的全民国防教育、后备防卫动员及教育召集训练的内容。那这个训练内容一定要配合国军的实际作战，防卫城乡。我们的后备防卫跟教召呢，都要准备，我们后备军人呢，要准备配合国军实际作战，防卫城乡，平时跟战时一体，平战一体。那现在国防部呢，在去年年底成立一个后备动员师，开始在强化我们后备军人的动员召集跟教育召集的训练以前是通常1年有一次的一个5天的教育召集，现在是2个礼拜，而且是要配合国军的实际作战，防卫城乡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说未来呢，我们的国防部这个是国防部的职责一定要强化并落实全民国防教育。那行政院相关的部会包括教育部啦包括内政部啦都要全力的配合落实全民国防教育。我们台湾呢在10几年前已经立法院通过了全民国防教育法高中以上的高中生大学生甚至公务人员、民间的社团领袖都要接受全民国防教育。怎么样来认同台湾，强化台湾的国防军事的能量就像乌克兰一样，他们现在一旦有战争，他们乌克兰的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全民皆兵，配合我们的国军部队来防卫城乡，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过去我在国防部有很尽力的在落实全民国防教育，但是过去呢10年左右呢，老实讲有做，但是不够彻底所以我希望说国防部还有行政院各个单位呢，能够强化落实全民国防教育，版本已经在那个地方，要求责任怎么做都在那个全民国防教育。那后备防卫动员呢，我希望国防部跟行政各个单位能够配合落实这一点蛮重要的。那第2点，我建议呢，因为乌克兰战争的结果，最近几个礼拜的台湾的民调最少有3个、4个民意调查，大家都同意，目前的役男呢，只有4个月的技术训练是不够的，所以民调呢，几乎70%以上，甚至到84.4% 的这个民意呢，都赞成要延长役男的服役期限，从目前的4个月的技术线依法延长服役至1年以上，并强化军事战斗训练，强化全民国防。老实讲，我那个年代50年前、60年前，我们役男
都要当1年、2年甚至3年的兵役。我个人就是当1年半的时间。我大学毕业当预备军官当1年，而且我在大三呢上成功岭当了4个月的成功岭，就是1年4个月。然后如果再加上呢，我们高中呢都有技术训练，每个学期都有打靶，都有行军，做军事的训练、体能操作的训练，所以最少有1年半的时间，甚至有比我年长的有服役到2年、3年的。所以现在的4个月呢，从2年前到现在是服役1年呢，只有服役4个月是不够的。国防部也希望说能够依法来延长，最少如果不是1年半，最少要1年以上。1年呢，服役1年以上，才真正有帮助台湾的防卫军事的战斗。4个月不能做什么事情。我们等一下听听这个张延廷将军4个月能够做什么呢？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蔡英文总统现在既然民调都那么高，希望能延长到1年以上，没有再拖的，说要为了年底的选举。老实讲，国家的安全，确保台湾的国家安全是比选举的考量更重要，不是吗？所以这一点呢，我希望我们现在的民进党政府能够尽速的，不要都拖到明年后年再说要延期。现在美国政府，美国的国防部也要求说，你们要求希望美国提供这军购，提供这个协防，但是你们的役男只有服4个月的时间，我们讲不过去的。你看其他的国家，南韩、新加坡，他们的役男都要服最少要1年半的时间，甚至2年。那以色列呢更长。那为什么台湾只服4个月的兵役呢？说不过去。服兵役是一个国民的应尽的义务。我知道很多役男说我当4个月就好了，不要当1年2年。但是了解，这个是依照宪法的规定，服兵役跟纳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我们没有选择，为了国家的好，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国家的需要，我们要纳税，我们要役男要服兵役。所以这是第2点，我希望我们现在的政府能够尽快的，希望在年底以前呢，现在已经5月底了我希望未来的2个月、3个月就赶快的决定那我相信很多役男你愿意来考虑到延长服役的期限。好，下一章。第3点，这第3点是蛮重要的我过去也建议，就是我们台湾要提高年度的国防预算，达到 GDP 全民这个生产毛额的3%，并有效提升不对称作战的军事投资比例，对美军购的项目应符合不对称作战，有效遏制防卫固守的国防战略目标。我们要有所选择，不是美国要卖我们什么，我们全部接受。我们对美军购应该符合我们作战的需求，就是不对称作战的军事投资比例。另外呢，依照我们国防法的规定，我们军购对美国、对法国、对其他外国的军购，我们要落实国防。以前呢，我们要落实国防自主及技术移转工业合作的目标。我们过去，我们向美国军购或向法国买军舰、战机、幻象等等，所以我们的国军的战备可能80%以上都是向外采购。我们给钱给美国、给法国，我们没有选择，而且比较贵，比其他的国家更贵。所以依照现在的国防法的规定，国防法是2000年
已经通过，总统李登辉当时的总统已经签署同意生效，规定22条规定说，我们如果未来国防部或政府单位要购买这个武器装备的时候，我们要先落实国防自主，先向国内来购买。如果国内的这个国防厂商能够研发、生产、设计、部署，为什么不向我们国内采购呢？这是国防自主。所以过去20年来，我们国防部呢已经落实了很多国防自主的战备。举个例子说，我们的 IDF 的战机是我们汉翔自己来研发、生产、制造的，所以有一部分零件是向国外采购的。所以今天我们的 IDF 甚至我们的高级教练机，我们不需要向国外来购买，我们汉翔就可以来做一部分。包括我们的成功级的战舰1500吨、1500或2000吨级的这个驱逐舰，我们的台湾船业公司就可以来做。我们以前呢，几乎向美国采购这军舰，而且向美国采购的军舰都是他们即将退伍的这个军舰，我们才买回来。但是呢，现在我们的这个军舰500吨级的飞弹快艇，我们的成功级的20-30艘的驱逐舰，甚至巡航舰，我们现在这个海巡署已经订购了四艘这个巡洋舰。我们台湾可以来生产制造，增加我们台湾的国防的产业的能量，也增加我们的未来的维修就业的机会。所以国防自主、国防规定，我们要向国外采购以前，应优先考量向国内采购，落实国防自主的政策。同时呢，如果我们一定要向国外、向美国、向法国购买这个军备的话呢，我们一定要跟美国的国防厂商谈到技术合作、技术移转、工业合作。换句话说，我们要买军舰，我们可以跟美国的国防军舰的厂商、前舰的厂商说，我们要技术合作，我们你们要投资零件的生产在台湾，因为日本、南韩、新加坡甚至波兰向美国采购很多的战机、飞弹、军舰，他们都有跟美国的国防厂商谈到技术的移转、工业的合作。那我们台湾的国防法第22条、23条都有这个规定了，但是我们国防部过去有在跟美国的国防厂商来讨论，跟美国国防部因为我也参加这个工业合作、技术移转的这个讨论，但是最近几年没有很强化的落实，有落实一部分，但是没有彻底。比较新加坡、日本、南韩，我们是没有彻底的落实所谓的工业合作这个款项。那最后的一个建议了我建议呢，我们台湾要积极强化台湾、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亚太区的安全联防跟合作。我过去也建议要建立平时战时的时候，我们这几个国家，台湾、美国、日本、澳洲呢，我们就要建构区域的安全及危机共同处理的平台跟机制。今天中国解放军在南海天海造岛，然后在这个美济岛啦，好几个岛屿建造他们的飞机场，有2000公尺、3000公尺的跑道在南海。我们怎么办？中共现在每天呢，过去呢1年有将近960几个机次的飞机，他们的战机呢在台湾海峡，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AIDZ 就是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在
落落说落落杯，挑衅台湾的国家安全，也挑衅亚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这是一个挑衅，一个战争的行为。那我们台湾都忍下来了，除了警告驱离以外，我们要跟美国、日本甚至其他亚太国家的国家共同成立一个危机的共同处理的平台，一个 mechanism， 我们怎么来做对付中国的战机、战舰在日本海、在这个琉球、在台湾海峡、在南海这样的一个挑衅的这个动作，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成立一个共同处理的平台。现在这个通讯很简单，只要美国、日本、台湾同意，我们可以随时的有一个热线 hotline， 我们可以一个热线，随时呢可以互相联络啊。现在中国的战机、中国的潜舰在什么地方埋伏？中国的这个军队正是在调动啊，在福建、在广东、在南海有什么动作？我们互相交换这些资讯。然后我们怎么样来共同处理危机？美国的战舰、日本的战舰、台湾的战舰、澳大利亚的战舰，我们怎么样来共同联合来巡航台湾海峡，共同巡航南海，突破中国对台湾海峡、对南海、对东海的封锁或军事演练、军事演习。这个是我过去一直向美国的建议的。那我相信美国很愿意来做这件事情。事实上，我们过去呢，美国跟台湾、台湾跟日本，我们都有互相交换情资。日本自卫队呢，先监控几年前呢，日本的自卫队、海军自卫队监控中国解放军的潜舰在什么地方埋伏，然后告诉我们台湾的国防部。中共的解放的潜舰在什么地方？要我们谨慎戒备。那我们接着中共的这个潜舰离开日本东海的时候，我们接着来监控中共的潜舰。中共潜舰离开台湾的海峡了，往关岛那边、太平洋那边走，我们就把这个讯息让美军知道。所以我们共同分享中共解放军的情资。那我们过去也非正式的或正式的有跟美国、日本这样的一个互动。事实上，美国虽然没有直接的派军的实体驻扎在台湾，但美国的空军、海军，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台湾海峡飞行。或前行，在台湾海峡、在南海，所以这个台湾、美国、日本、澳洲的这样的共同的安全联防跟合作，建立区的安全共同危机机制呢，这个是对中国最有效的遏阻 deterrence。因为中国蔡部长，你还有3分钟的时间哈，谢谢。好，我这3分钟结束哈。所以我是建议哈，我们台湾现在的政府、国防部要更积极的跟美国、跟日本、跟澳大利亚的国安单位、他们的国防部来合作，我们怎么样来共同处理、建立一个共同的危机处理机制？可以做啊，应该做。我知道已经在做，不过还没彻底。所以这一点呢，我希望我们的国防部呢，我们的国安单位能够更积极来做。好，以上呢，我把我的个人的建议哈，向我们很诚恳的向我们的国防部、向我们的国安单位、向我们的行政院各个单位呢，还有向我们的人民来表达哈，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中共的这样的文攻武吓，对台湾的台海的封锁。对台湾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飞弹的打击呢，我们怎样来应验我做以上的建议给大家做参考以上谢谢。那我们现在就可能开放给 Q&A 好，谢谢。OK 谢谢蔡部长的主讲。大家晓得你在当立委的期间，在当国防部副部长的期间，你有根据你的外文能力，有收集美国、日本、中国、德国、欧盟这些各国的国防白皮书。然后制定台湾的国防白皮书，甚至就制定台湾的国防法。现在因为战争已经改变了，政策跟策略也改进了，所以我蛮希望你尽你的个人，然后跟台湾的国防部，就是说要促进他们每年都要修改现行的台湾国防白皮书，然后应用今天的战争的形式来制定台湾新的国防法谢谢。然后今天的时间不是很多，所以呢，现在我们把 Q&A 跟张教授所讲的都是同一个主题，就是关于台湾的国防方面的策略。所以呢 ，Q&A 就综合在那个时间，然后提问者你可以提问蔡部长或者是张将军、张教授那现在就请那个张教授、张将军来主讲你的题目。好，请。好，可不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可以。那我这边再稍微调一下，刚才跳掉，我要再调整一下。现在请那个中社呢，关于等一下 Q&A 的提问，是不是可以利用现在这个平台的 chat， 然后用写的给你，好不好？中社，你来负责这个，你要不要补充说明30秒钟？你要不要？那个，请那个蔡部长再稍微再说一下，我这边再调整一下我的这一个网络，好不好？好，那现在可不可以看得到？现在可以看得到了吧？可以，我可以看到张将军，没有问题。好，因为我这边很清楚，很清楚哦，那可以。那这边那个非常谢谢 Martin 蔡，我们的主持人，也谢谢那个 Michael 蔡部长，也谢谢部长。我刚才都很仔细的聆听，今天效果还很好。可能我的网络的问题，那刚刚那个部长讲的非常的好。那现在俄乌战争呢，我要认为他的西方国家都支援他这个武器，就是提供火力，但是问题是他的兵力都在耗损，战争的损耗，战耗很严重，战耗很严重就会造成他的火力不济。我们从乌克兰战争中可以得到一些，我们可以讲就是一个参考的模式，一个 model。我们可以看由俄乌战争看我们台澎防卫作战要怎么样去强化、去调整、去因应、去提升，这是我们要去做的。乌克兰战争在某些战术上是很成功的，亚速钢铁厂能够坚守82天也是非常成功的。他的这种战斗意志，他的那种奋战的精神，我认为值得我们来效仿，我们来学习。北顿涅茨克和俄罗斯的坦克大军被团灭、被营灭，乌克兰在这方面的战术的这种搭配、情报收集的成功，也值得我们来学习。我要认为西方国家要兵力投入，因为它的兵力在损耗，火力来取代兵力的损耗还是有限的，因为火力还是要兵力的发扬。那西方国家对乌克兰也提供了一些协训，
把这些战术战法提供，帮乌克兰训练他如何使用要去接收的这些装备做得很好。但是我们知道，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及时的情报。这个情报在战场上有多少的情报，发挥多少的，就跟发挥多少的有效有形战力啊。所以情报的分享是非常的重要。乌克兰战争呢，还是很多非常观察，但是我今天的重点不放在乌克兰战争，我今天呢把这个重点呢放在我们台湾，因为毕竟台风防卫作战。那我就我个人的看法，那我是讲实际，我不报喜不报忧，我不会报喜不报忧，我要讲出问题，我也希望大家来批评，讲出问题就可以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问题。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个主持人，我有多少时间呢？你有40分钟啊。40分钟，好，非常好，40分钟。那我现在要讲我们台湾目前所面对的这些问题，看要怎么样去解决。第一个，我认为我们台湾不团结，台湾的问题，台湾内耗很严重，内斗很严重，往内互打很严重，不团结祸起萧墙，要怎么样去应付中共的这种武力的威胁？我们要先团结。兵法上有讲啊，军队正中之势，成于一，败于二三。所以我认为台湾目前要做的是要先团结，团结才能御武，团结才能对外，团结才能够对付中共军力强大的威胁。不团结一切免谈，因为会内耗。所以我要认为我们要把团结，我们目前的状况，台湾内耗相当严重，这是就我个人的看法，我只是把问题点出来。台湾国家的这种治理、这种管理，跟西方国家比起来，我认为台湾在这一方面是不及格的，没有办法一致对外。我们要针对问题来解决，要团结。面对中国那么强大的这种威胁，再不团结，完蛋，我只能讲。所以我这边提一个。第二个，我们宪法都没有修，现在是宪法一中。为什么台湾不敢修宪？台湾3次政党轮替为什么不修宪？台湾前来宪法还是讲求一个中国，讲求统一，讲求统一中国。我们今天应该把这个宪法赶快去啊！这个立法院现在已经没有国民大会了，立法院刚刚修正，国军是效忠，依据宪法效忠国家，宪法现在就是一中。我们可以看很多军队的背章还是中国大陆，大中国，军歌都还是大中国。我们是三民主义的新海军，海军军歌，陆军的军歌也是陆军的校歌，黄埔校歌都还是大中国。他效忠的并不是台湾，是大中国，是宪法。军队依据宪法效忠国家，所以军队你现在还是大中华、大中国，你怎么样去保卫台湾，是有一定的困难。我们要把这些问题都把它点出来。赶快修宪，赶快制宪。为什么经过那么多政党轮替不做？你会认为军队这些官兵的思想效忠的对象有时候会起疑。我把问题点出来，我不粉饰太平啦，我直接就把这些问题说出来。第三个，我认为台湾的忧患意识不够，没有像乌克兰。我认为乌克兰对那个钦佩他是忧患意识很够，他能够打成这个样子不投降，亚速钢铁厂打了82天他才出来投降，2000多个，你看他能够坚守这个样，不怕死，这种忧患意识，我认为台湾的优势，这是我们台湾要去学习的。生于忧患嘛，死于安乐，要想要生那要忧患。要居安思危，台湾在这一方面也不够，居安思危的心不够，也没有像以色列，以色列他跟这个整个阿拉伯国家打过6次
这个以压战争，那忧患意识，它就是国家意识非常的强烈。去此一步，急无实所。国外的这个在国外的这些就业、读书、做生意的以色列人，回他的国家效忠，他的前往以色列搬，他在国际上，在美国的政界，这个他的这些以色列犹太人帮他们去游说，帮他们发挥他经济上的影响力到政治的层面，这个大家耳熟能详，人尽皆知，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台湾忧患意识不够。我认为这一方面台湾要再加强。台湾到现在为止，72%人认为中共不会武力犯台，72%太高了，应该认为中共会犯台才对啊，然后再准备啊。你这样的不是温水煮青蛙，认为不会中共不会犯台过我们的太平的日子。我认为忧患意识要加强，要像以色列，甚至像韩国也好，哪怕新加坡没有假想敌，新加坡也是征兵制。我认为新加坡没有任何假想。我说是不是马来西亚从马来西亚独立的？不，那你是不是你的邻居隔一个马六甲海峡的印尼会打你？不是，他没有天敌，但是他对他新加坡国家认同，新加坡做得很好。我们台湾人口是新加坡的5倍。土地面积是新加坡的50倍，我们这一方面还不如新加坡。当然了，以色列、韩国其他我们不用再提。所以这个方面，我要认为这是我们要强化的地方。再来就是我们的，刚才部长也有提到，我们的基础的设施是脆弱的，民生基础设施。我们的天然气才储备量1个礼拜。石油的储备量2个礼拜不到，因为只有10天而已。我们的万一打仗的时候，我们是个海岛，没有陆上补给线，只有靠海上补给线，海峡被封锁，它的能够渗透运补的量跟能力总是有限的。那这个样子，我们基础的这个方面，基础的条件、电力等等，台湾太仰赖、太依赖。台湾城市化程度非常的高，都要依赖这些能源，依赖这些电力，依赖这些水，高楼大厦非常的多，没有像乌克兰都是平房平村的，台湾1半以上全部是高楼大厦，更要依赖基础的民生设施跟能源了。台湾在这一方面替代性不够，储备能量不足，这是问题。我是把问题点出来，我没有看穿台湾。我这边先讲，我在台湾出生长大，我没有看穿台湾，我把问题看出来。那我们要针对问题来解决，而不是蒙眼说我们台湾够了，我们能源够了，天然气够了。我们都是平房平村，不是高楼大厦，也不赖这些电力，不赖这些水。我们换句话说，我们的依赖性很高，战场的这种存活度，战场的这种适应性很低。乌克兰在战场的适应性高，我们的战场的适应性低，因为我们高度城市化。我要这边提出来，台湾跟乌克兰截然不同。乌克兰绿野平川，土地面积台湾的17倍，作战纵深够，有乌东乌西，还中间还隔第聂伯河，够，人口4400万，还有西方国家对他国家源源不断的这个武器的供应，最重要的是他愿意打到底。所以这一方面我要这边讲，台湾的基础设施。再次一点我要提到的，我们台湾跟乌克兰不一样的，我们台湾打仗了，乌克兰现在600多万难民在国外，台湾四周黄海，台湾没有难民无处可去，全部是黄海，没有办法可以撤退。乌克兰可以向波兰，可以向匈牙利，可以向罗马尼亚难民过去，摩尔多瓦也可以有一些，但台湾四周黄海，台湾要开发中央山脉，一定要开发中央山脉，不然有难民何处去？我们没有准备嘛，打仗绝对有难民，但是我们竟然没有规划难民往哪边去，
政府在做什么？中央山脉为什么不开发？这是最后的我们唯一的这个难民的众生在中央山脉，没有做，没有任何做，是零。那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打仗要考量到最险的状况，做最坏的打算，但是做最好的准备，这才是兵家之道，才是务实之本。没有做，台湾没有做，非常可惜，非常可惜。再次一点，国军的士气不够，国军的素质不好，国军的人才缺乏。我们可以调查一下，到现在我也没人敢调查。社会对国军的制度不高。我在电视上有讲，我们大家捐了9亿4千万给乌克兰，我们捐一点钱给国军买个人装备、战斗装备，给这些国军的基层的士官士兵有一点好的生活设施，没有人响应。我们要捐9亿4千万给乌克兰，距离我们8000公里，跟我们曾经向乌克兰提出要设立一个台湾代表处、台湾商务办公处在乌克兰，在基辅，他不答应。这种国家对我们这样子，我们对他那么好，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对我们国军好一点？我们捐一点钱，我把我的通告费都给他捐出来，没人要走。社会大众对国军的支持度不高，国军也要反省。国军的素质，国军的8大领域，在4月已经讲过了，都已经中共都超过国军了。现在终于讲实话。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8大领域，现在国军在上个礼拜已经讲了，国军因为少子化的影响，国军的人才不够。国军在上个礼拜已经说了，也说出来了，在招募上面人才是不够的，因为少子化，他有讲，因为我认为不要怪少子化，全世界的少子化，中共也少子化，他也开放2胎3胎，日本也少子化，少子化不是台湾的现象，是世界一个趋势啊。除了一些是第3世界的国家，印度、非洲、拉丁美洲之外，都少子化。那我这边那个手机会过热，万一待会会宕机哦，我也不知道。我待会能讲多久我也不知道，因为我的手机过热，我刚才一直在摸手机，是希望它降温。然后国军的社会地位、社会的支持度其实不高。那在这种状况之下，要怎么样去增加国军的提高国军的社会地位，提高国军在社会的支持度，然后提升国军的素质。兵法上有说嘛，兵在精不在多。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去强化？这是我们要去做的，我们要去调整。将来作战节奏很快哦，中共强调了首战决胜，远战速胜，快打速决。所以将来作战节奏，我们国军的应变能力如何？我认为我们要去探讨。中共既然作战节奏那么快，立体上路，垂直作战，它既然是这个样子，那我们怎么样去防范？我倒认为我们可不可以拿出我们的方法？我们具体的作为在哪里？我目前还没看出来。我在电视上有讲，我们将来打仗啊，我很赞同刚才蔡部长所讲的，要这个战火要远离台湾。我认为就是决战福建啊，决胜台海，歼敌滩岸啊，不可以在台湾打仗啊。我们现在还在想着在台湾，台湾哪个地方？我到现在问了，就是说我们台湾适合城镇作战在哪里？哪一个城市、哪一个市、哪一个县可以做城镇作战？不可以在台湾，还要在台湾打城市战、打巷战、打纵深作战、打山地作战，台湾有这个本钱吗？我认为这个要从长计议了，这是个大问题。我们在这一方面做的不够，也要决胜福建，决战福建，决胜台海，歼敌滩岸。那我们今天做了哪些的建军的这些规划？我认为这个很值得来研究。
我们武器投射有多少？武器投射能力如何？都是问题。因为刚刚部长讲到兵役制度，我们兵役制度才4个月，怎么可能呢？一分训练一分战力啊，4个月仓促成军就能够发挥战力。那你不是让以色列是男生当3年，现在调整的2年8个月，就是32个月，女生当2年兵。以色列是男女全民皆兵啊，男女都要当兵的。韩国22个月。这些我们才4个月可以了吗？我们面对的敌人，以色列面对的阿拉伯国家强，还是我们面对的中国军队武力大？当然我们面对的武力大嘛，那我们怎么才4个月？以色列为什么要3年？韩国面对北韩强，还是我们面对的中国强？当然我们面对的中国强啊，但是韩国要当2年8个月的兵呢？不是。当22个月的兵呢，1年10个月，韩国是1年10个月的兵役。那我们就要4个月就够了，自欺欺人嘛。这鸵鸟心态，我认为不改不可以了。我们比韩国厉害吗？那北韩又比中国大陆强吗？没有的嘛。阿拉伯国家又比中国大陆强吗？没有嘛。人家是怎么样去应对？人家务实，我们在那边骗人，不好了。认为不好，我们这一方面做的没有做好。兵役制度认为不改，那是其他想要这边强化国防来骗人。再吃一个，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我们竟然跟台湾要保持独立，台湾是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台湾，那我们为什么还依赖中国大陆呢？我们南向政策为什么要失败？我们跟100块钱的外销，42块钱卖大陆。为什么要卖那么多？人家把你经济掐死了，42块钱，42%都要外销大陆，你一年赚了大陆1700亿美元，你依赖度那么高，你又要靠他的奶水，你又要跟他抗衡，天底下没有这种事，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我们南向政策要赶快去做，要分散风险。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中国变成我们第1大贸易国，这对台湾来讲，台湾的主体性跟台湾的独立性不是好事。因为中国一直讲要统一台湾，有合统跟武统而已。你经济依赖度高，那不是合统吗？你军力比他弱，那不是武统吗？就是2手嘛，很清楚，就是武统跟合统。中共就是这么讲。那我们怎么样去破招？这是我们要去做的。合统我们经济依赖度那么高。做生意都靠他的钱，40万台商在大陆，政府没有办法有效解决，我们却要保持我们的主体性，这是有问题的，这是不切实际的，这是不务实的。我把问题也点出来，南向政策要赶快去做，要务实，依赖度我们看看可不可以降低？我看还要往43%、44%走，那趋势不是降到39%、38%呢？这是我的看法。再吃一点呢，我们台湾讲了，回到军事的本面了。台湾要强调机动作战了。中共对台湾的情报掌握是蛮清楚的。台湾现在固定阵地太多了，打仗第一集会被摧毁啊。台湾70%是固定阵地，你的雷达站、你的陆军的那些战术阵地都固定的。台湾的机动阵地、预备阵地、后备阵地，能够机动的不多，因为台湾高度城市化，中央山脉又没有开发，只有1万平方公里在用，2万多平方公里在山脉丘陵，固定阵地被摧毁的第一时间，你实际上30%战力，因为我们30%是机动，你可以做个统计，那你这个30%你怎么用？你固定阵地很容易被摧毁，你固定你怎么跑嘛？机动可以跑，这个手是在这边，下个小时我跑另外跑了 A 点，跑到 B 点，跑到 C 点去了。我们这方面做的不够啊，都要机动啊，战场机动啊。乌克兰能够打得好，乌克兰打带跑，没有会战，大型的会战没有决战，我不跟你决战，打了带跑就跑掉，保持机动，避免对决。乌克兰是这样做的。
我们坐在哪里？我们还是70%是固定阵地，这不可以，我们要调整。再吃一点，我们军队的转型太慢，军队的改革节奏太慢，造成军队的这个能够发挥的战力就相对的有限，要赶快转型了。不对称作战，刚才部长很强调了 asymmetry， 不对称作战。那不对称作战的筹码在哪里？无人机在哪里？我们大家很心知肚明。我们还在买那么多的坦克干什么？饼就那么大，你要分那么多吗？那你还能够做什么？这是问题嘛？坦克非常依赖道路，其实台湾几乎不能越野，非常依赖道路。台湾地形分割，大甲溪、大汉溪、那个大汉溪、浊水溪、西罗河太多了，你坦克只能依赖道路。打仗，我们台湾的道路都是车子，都是难民，你怎么走？你还买那么多坦克，不对的嘛。你坦克换无人机好不好？一个坦克可以换20架无人机 ，TB2。为什么有无人机呢？很好用的，不是在台湾用你可以在海峡用无人机 TB2， 它的航程300公里。刚才部长有讲台湾海峡的宽度200公里，最窄的地方130公里，TB2 可以过去的。你会将来在这一方面你要怎么样去？那我们没有讲是弹簧刀或者是凤凰幽灵，那是短程的，你还有很多可以用。你 MQ-1 好了，不要买 MQ-9，MQ-1 便宜嘛 ，MQ-9 贵嘛，等等。我们的不对称作战，我们的转型太慢，讲不对称作战那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非常可惜。再吃一点，我们的军队本位主义非常的重，如何发挥战力？重陆军，我们的部长陆军、参谋总长陆军、副部长陆军，你都动陆军，你还想做什么？你海空军能够做什么事？现在台湾是个海岛，海岛要重海空军，日本是这个样英国是这个样，英伦三岛是这个样你台湾还是大陆军，部长陆军、参谋总长陆军、副部长陆军，那你台湾还想做什么？军种结构失衡，本位主义太重，军人都一定会有本位主义，为什么不让蔡部长、文人部长来当部长呢？很超然呢，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你想要发挥海空军的火力，没有这种事情。招生空军最差，100分20.5来当飞行员，飞行生是20.5分，国防部立刻下架，因为媒体一讲这个就下，那问题没解决你从网络上下架干嘛？不是飞行生的积分是90.5，陆军官校的积分数是68，海军官校的积分数是，陆军官校64，海军官校72。政战学校好像68，空军的飞行生20.5是有学习障碍的，才20分，怎么学习飞行呢？最差的来飞行，天底下有这种事情，你最差的来飞那么快的飞机，有学习障碍的人来飞 F-16，你这个现在没问题你5年10年这些人就毕业了，就开始飞行了，你现在不看以前的，只看短线现在都是线上都可以了。你20.5几分，5年10年不是他们当飞行员的主力了，你怎么样去解决？你陆军的办，你会把这个空军、海军的招生做好吗？没有这种事情你中正预校这50年来，没有一个第一名毕业是空军的啦，不可能的嘛，都是最差的嘛。陆军是第一名嘛，没有50年来都没有空军第一名的，没有50年，你总要1/3吧？没有，说最差，你最差的来飞行，你想发挥空防战力，说没有空防就没有国防，那是骗人的嘛。
你讲一套做一套，这是军队。我把问题点出来了。我今天呢，我是把心里的话说。我如果能粉饰太平，国军很强大，国军很好，得到满人支持，国军现在是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国军的这个信心很够，这个战力雄厚，训练很扎实，很耐磨耐操，能吃苦能打仗，能发挥火力。那我是如果这样讲，我认为我粉饰太平。我讲的这些，中共的军费比是我们的17倍哦，2500亿美元哦，我们130亿美元哦，每一年，这样累积下来，它的火力军力是比我们强大的哦。我们不要轻敌，轻敌是败端的开始，要哀兵必胜。我们这个不够，那个不够，那个加强，这个要补足，哎，这就对了。我们很够，我说这就是问题，你都够就都不够。所以我们要去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看怎么样赶快去调整。节奏要快，中共对我们威胁要大，是会越来越强，所以顺着他的国力的发展，中共的国力已经到美国的73%嘛，美国是23兆美元，中共17兆美元嘛，23/17就是73%嘛，他日强的对台湾他会的这种武统或者合统的压力会更来更大。但是我们的忧患意识，我们政府都不讲。英国的国际学人杂志、经济学人杂志倒替我们担忧，澳洲的前总理 Morrison 也是替我们讲，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指挥官也说台湾2027年怎么样？世界危机组织也是台湾是风险非常高，战争的风险。那我们好像若无其事，我们在这方面，我认为要告诉民众。要增加忧患意识，要因忧起胜，多难兴邦嘛。我们希望也多一些美国、日本这些的盟友来帮我们。再次一点，我认为军队的派系化严重，军队没有制度化，军队只有派系化。你不知道他派系，他不用你，所以军队缺人才。什么7点军校回来的，什么威尔蒙的，还有维吉尼亚、瑟戴尔回来的，美国海军官很多都退伍。派系化严重，带进来。美国，我们台湾这3年8000个这个官士兵退伍离开，自愿役他不干了。一进来之后，我不是有签约啊，他赔钱走人，8000个，立法院数字。你看看派系化，你有派系化的军队是没办法打仗的，你没有制度化的军队是没有办法发挥战力。不依法行政。我拿到教授，我说我要改革国防大学的军事教育，不要，因为我不是他派系啊，我都在忙升等。部长很清楚，部长是个教授，我们要升等要送好多著作，我都在兢兢业业，38年军旅生涯没有记过升阶，是这样子来兢兢业业。我不走派系，我就没有前途了。我要跟他们去唱歌喝酒啊，被应酬的这样。俄罗斯的将军，我在电视上有讲，俄罗斯将军是应酬的将军。他们吃饭，所以你看俄罗斯将军这次黑海舰队的莫斯科号巡洋舰被打沉，然后东部的在96小时打的4个月了，第4个月了还在打。你应酬的将军能够发挥战力，那是有问题的嘛？派系的将军能够发挥这个战力是有问题的嘛？军队没有人才，不用人才。现在才讲，上礼拜才说，我们因为少子化，国际人才不够。你现在怪到少子化去，为什么要怪到你的派系呢？没有制度化嘛，依法行政骗人的嘛，讲一套做一套。请那个台湾的盖洛普民调来到军队上来调查一下军队有多少的士气，多大的这种无形的战力。这种我们来做一个调查来跟，但是军队当然不会让你进去调查，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因为我做接触，军队士气不高，你没有制度化嘛，骨干实干测值查办，你能够这样子，那军队能够打仗嘛？大家相安无事做表面功夫，对不对？2皮将军当部长，他只知道头皮跟草皮，这个怎么用？在立法院拍桌子，我说你不要拍桌子，拍桌子表示说你的问题没办法解决，你发怒了。有的事情它有一个方法，有个方式，有个途径，有个解决的方案。
这个样，不是拍桌子。你有个说法，你黔驴技穷知道拍桌子了嘛？你只能拿怒气来遮盖自己的无能呢，不好了。你愤怒遮盖自己无能，在部队上常常有啊，他就发飙。哎，这不是，这不要去发飙，这个有一个方法来解决。我们集思广益，博采周知，察纳雅言，三人行必有我师嘛。那不是官大权威大，官大就是权威。军队是一个集权的社会，它是封闭的，医生令下，将士用命。军令如山，军纪似铁。军队讲究集权，一定要依法，现在却不依法，非常的可惜啦。我这个在4万字的谏言呢，通通被丢到垃圾桶。我对国军呢很灰心，很失望，我没有绝望，我会呼吁，我在文章上我都有写，我失望，我灰心，我没有绝望。张教授，好，4分钟的时间。好，那这样子，我不要讲太多的时间，我不要耽误大家。还有中共的事情，我不要去讲了，因为中共我要发挥的是7分政治，3分军事。在政治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因为今天我不耽误大家时间，我不耽误。那我开放大家如果有问题，我们可以啊，我不耽误，我怕时间够，因为后面中共还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我们现在中共也有很多罩门，有很多罩门的，它有很多短板。我可以来说。OK 张教授可能 OK。现在呢是 Q&A 的时间，大家就晓得现在的战争呢是科技的战争，是 AI 的战争，也就是说利于防卫，不利于进攻跟侵略，所以台湾就可以采取这种防卫的战术跟战备。同时呢，我们要学习像以色列的国土有20%以上的阿拉伯人，那以色列人只有大概60%，所以他就是有制定国防法、国防的政策，然后就是统一这些阿拉伯人要怎么管制，要怎么收服他们，然后就以国家为重。所以现在台湾也面临这种事情，就是有20%的，就是亲中派的人。所以现在台湾张教授提出来，跟蔡部长提出来的问题，我们如何解决？今天海外网举办这个convention， 今天的2位专家提到的台湾的国防，今天都说到我们的痛痒处，如何改善？那就希望大家建言。好，现在提出问题，先提出5个人，1个人提问，1分钟，不 comment。然后你是先讲是1号，然后2号、3号、4号、5号，然后5个人的问题讲完了，然后请蔡部长跟张教授来回答，这样好吧？然后5位提问以后，5个问题综合由他们2位来回答，然后在下一轮也是5位，好不好？现在开始现在要提问的人。打开你们的麦克风，然后举手一下子，你们要举手要按这个地方就可以 raise your hand 就是像我现在的这样 raise your hand。OK， 好，现在开始，好吧？如果邱律师钟谢，来你讲。好了，钟谢你讲。没有声音，没有声音。我讲。OK， 请讲。那个是邱医师要发言是吧？
邱律师，嘿嘿，我准备发言。哦哦那个，因为我就讲个1、2分钟了哈。那个感谢这2位哈忧国忧民的这个文人部长跟这个军人然后他们对这个刚刚他们都讲到台湾现在的这个国防的这个真的是重点了哦。那因为我找过那个现在在说大家要那个改募兵制，但是因为发生了这种事。像乌克兰这种事情，大家才知道说，不能只有募兵制，要全国皆兵，全民国防哦。那当然，刚刚讲的他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全民国，因为我问过阿扁说，当时你为什么把它改成这个募兵制？但是阿扁跟我回答说，我并没有把它改成募兵制啊，我只是说。因为台湾的兵源不足，那这个征兵不足的地方，我是采取这个那一部分用募兵但是不晓得后来马英九跟蔡英文，既然真的把它通通改成募兵制哦，所以这个当然是台湾现在目前领导者一个很大的问题啦。这我是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晓得哦另外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总统拜登，他最近说他要用武力保卫台湾，但是问题是，你像乌克兰，它还是一个国家呢，那台湾现在还自认为说是中国的一部分呢，那这个将来这个怎么办呢？我们当然是主张，我最近就是在办理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教育部。为什么把这个还在宣传说根据开罗宣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把它拿掉，这个对台湾的这个我们的安全很重要，所以我才发动这种联署，将来要给美国、要给日本、要给全世界的国家说，我们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我现在在做。还有我请教一下就是说那个副司令他是空军嘛？那现在就是说，这个空军的部分你也知道，这一次乌克兰打战，它很多都是靠着这个无人驾驶的飞机嘛。那无人驾驶的飞机，但是它还是要靠那个太空的这个太空作战呐，就是说它很多通信都要经过太空，但是台湾对这个太空好像过去也没有再注重。那最近我才看到说，我们的国家现在要设立一个太空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是我南一中的同学，他开始在招人才那这一部分我是邱律师请你等一下再弄好吧，现在让人家去发。好 ，OK， 就问到这样那是不是大家能够考虑到这个问题？那个郭邱教授，你来发言一分钟，好了。好，我的问题很简单，就是说，请蔡部长和张将军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具体的建议，就是说怎么样加强台湾的心防？因为没有心防就完全没有国防。那在这部分上面，不知道张将军还有蔡部长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谢谢。OK， 如果你们要发言的话，下面有一个方形的键有一个笑脸加上一个加字号，那个按下去，这个在你的影像上面就会有一个这个举手的这个影像，然后我就晓得你要发问了OK 那个曾淼红曾博士，你要不要发问？要不要？我今天当听众，听大家的意见。OK， 那现在请那个梁世来发言OK， 我现在还有看到有一个 John Chu， 他有举手了。来，请我很快提问。好多那个邱应该是邱教授同款意思，台湾人认为中共未拍过来，就是这个心防的问题。台湾人无认为台湾有危险。这个问题要安怎去请蔡部长针对这一部分，因为台湾人无认为中共会拍过来，足侪人安尼想。
OK 要有什么人要发问不？来，无种说你来发问来。好来，我头拄仔听两位这个部长甲将军发言我是深知的感触了台湾的新防真的是一个重点啦，重中之重对嘛？你也看这个战争的时阵，乌克兰的人其实因的社会结构48%比52%，就是讲认同 Russia 跟认同 Ukraine 人，但是这届战争的时阵，因是一致差不多一致拢是团结起来对，这个台湾要安怎去克服？咱这个台湾内底，他拄啊张将军也提到了，那个部长也提到了，就是讲咱里头的忧患意识不够，然后这具体的来思考，这大概是不是能够再请两位再补充一点？谢谢。OK 现在就请两位主讲根据5位提问人的问题你们就综合来回答，谢谢。好，两位随便麦克蔡，你要先回答吗？或者是张教授都可以好，部长恭请部长优先。好，那我就笨鸟先飞了先回答第一个先回答那个邱律师的问题了因为阿扁从2000年到2008年当总统的时候，他要求我是当副部长所以我知道阿扁不是说要全部募兵。阿扁总统说的征兵跟募兵并行，他没有放弃征兵，不过他是从征兵呢，从1年8个月一直降到1年，想就在这几年，每个役男都要当兵1年。那后来呢，马英九说不要当兵啦，就当3个月、4个月。那蔡英文也就执行这个马英九的这4个月的军事训练。那我是认为，从当时阿扁总统到现在，我认为说征兵跟募兵要并行，但是比例可以调整。以前是那个我们当这个义务役的征兵呢是占国军的那个时候是30万40万的60%-65%，那职业军人呢只有占30%或40%。那阿扁总统是希望说募兵呢，职业军人的比例可以升高到60%，征兵呢，义务役的呢可以降低到40%。所以从1年8个月到1年的义务役的1年时间是这么样，没有放弃征兵的。阿扁总统那个是正确的，因为我在执行阿扁的国防征兵的政策，很清楚。所以我认为说现在呢，4个月是不够的。我刚刚有多少讲过，4个月军事训练是不够的。国防部他们的认为4个月不能打仗嘛4个月当然该去这个军事训练完的结束这是不够的。那这个4个月呢，不仅军事战斗不够，而且你退伍以后4个月，你回到了后备军人，好像也影响到后备军人的训练，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拜登总统在上个礼拜在日本跟那个日本的岸田文雄记者会说，记者问他说，如果中国解放军呢用武力侵犯台湾的话，美国会不会用武力防卫台湾？好，那他这个拜登总统说 yes 因为这个是美国长久以来根据台湾法的一个承诺要防卫台湾的安全，台湾人民的福祉。问题就是在美国过去从这个卡特总统承认中国根据台湾关系法以后呢，经过几任的总统以后呢，
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是所谓的战略模糊，会帮助台湾自我防卫的能量，卖武器给台湾啊，这个都美国都会做。但是这个是战略模糊，美国过去没有说啊，如果中共啊军事攻打台湾，美国会出兵。那现在呢？因为乌克兰战争的结果，苏俄入侵乌克兰，那中国也一直说要这个武统台湾，利用武力这个统治统一台湾。那他现在这一两年来，他们的飞机战争一直是台湾海峡射来射去，威胁台湾，也威胁到亚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所以拜登说美国会用武力来防卫台湾。事实上美国多少共轨哈？事实上，美国过去这2-3年来，尤其现在，美国的军舰甚至航母，每2个月都会经过台湾海峡。美国的军舰、美国的战机几乎每天都会经过台湾海峡上空，或者是海上，或者是这个水下。只不过说美国没有用军队来驻扎在台湾，但是美国 AIT 也有现役的军人，这个是公开的秘密。美国现役为了防卫这个 AIT 驻台这个代表处的这样的一个军队一个安全，他们也有这个海军陆战队驻载在 AIT 里边不过他们对外不公开说美国现在有多少现役军人驻载在台湾。不过台湾跟美国有一些军事的合作训练美国的军人也来台湾做这军队的训练，不过是没有公开所谓的有军队驻扎在台湾，就是这么样。但是他们的海军、空军的战力都是通过台湾海峡跟台湾海峡上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这个也是公开的秘密那怎么样强化台湾的心防刚刚这个张将军杰出的将领他也说过，台湾的忧患意识不高，台湾的忧患意识不高，用人没有用这个为才，对台湾的认同分裂，没有团结，为什么会这么样？那很具体的这个张延廷将军他说要制宪了一个中国，一个中国，他还是认同一个中国。马英九也是认同一个中国，9·2共识，一中各表。那蔡英文也是中华民国宪法维持现状，所以这一点呢，我是认为说要制定新的宪法，很具体。那制定新的宪法，那大家说就是认同台湾加入联合国，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那宪法里边一定有写国军要效忠国家，爱护人民。即使现在中华民国的宪法也有这么在大概38条、39条，国军要认同国家，爱护人民。军人不是效忠一个政党，也不是效忠一个领袖，是效忠国家，爱护人民。所以我认为说具体的做法就是要制定给国家，把一个国家的认同确定，这是台湾，认同台湾。第二个呢，为了减少这个增加忧患意识呢，要强化全民国防。我刚才讲了很多，全民国防教育法写很多，国防部是指导，教育部、文化部、行政院要配合，从高中以上、高中职、大学生、社会，通通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我的影像有没有出来？没有啊？有，我的主要影像要出来的。不过不是那个蔡明峰那个影像现在是由我，等一下是要改成这个张将军对，讲话的人，国防现在的法律也用在那个地方，
怎么样来强化全民国防教育法？怎么来做？怎么样来认同国家？怎么样来这个强化这个忧患意识？全民国防教育法写得很清楚。问题就是说国防部他们不去落实。过去这10年来，包括现在的民进党政府也没有落实全民国防教育法。包括后备军人怎么样强化，到现在才开始在说我们要强化这个教育召集。那教育召集的内容、训练内容，老实讲，我们应该要加强实战的训练，加强对国家的认同。国防部要负很大的责任，那教育部、行政院，那这个来讲，总统、3军的统帅很重要。如果马英九政府蔡英文政府对这个国家认同、对这个全民国防不注重的话，那国防部他当然也不注重。所以这个是很具体的做法。最后一点，怎么样来强化这个台湾的心防？要强化中共对台湾的威胁，中共共产政府的恶质。还讲啊，你看现在的新闻，骂政府的最多，骂行政院的最多，骂中国共产党政府有一点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遏制人民的反抗，台湾的媒体都不会讲，台湾的政府也不讲，偶尔讲个他们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们实质的遏制还供出来啊。所以这个转型正义，新闻媒体的这样的一个自我的约束，都还供出来，这个是增加台湾的人民的心防，增加台湾的意识，增加台湾人的团结。我先讲到这些，谢谢。现在请张将军、张教授来回答。因为时间的关系比较紧了。那个征兵制、那个募兵制我就不说了。还有无人机那无人机刚才讲得很好，无人机需要远端遥控，远端遥控需要太空通信，需要卫星通讯来控制、来导控，主要是远程的。但是我们台湾在卫星能量目前是比较差的。这个华为还有福尔摩沙这个解析度不是很好他们的这个还是要靠美国。我认为现在自己在做的话缓不济急。现在 Starlink 那么的流行，那么的广泛运用，是不是应该请美国来做？有些东西我们不要自己再研发，速度太慢是在时间上赶不及。我认为要快一点，要用美国人就好了，叫他买，自己有这个自主权。我们自己在做到现在为止要自己在研究，然后请外面帮我们发射，然后打上去，然后再成立，太慢了。我认为双管齐下先买现成的，然后100%的操控，然后自己在做研发，要双管齐下，不要现在还要研发，来不及，太慢。第二个就是讲新防，我们的宪法还是一个大中国，我们宪法是民国35年12月25号制定通过，36年元旦公布，36年12月25号行宪，到现在为止没有改。现在呢，军队依照宪法效忠国家，宪法就是大中国，所以你没有去制宪，没有去修宪，那你就是这个样。军队将来打仗会出问题认同的问题效忠的问题它是按照宪法来走。刚才部长讲得很清楚，所以我认为这个要明确尤其国家认同要非常明确。你现在宪法是大中国的宪法，你现在还要讲到台湾，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军队的备章、军队的军歌军队的这些都还是大中国的。我认为这个看看是不是要去赶快要去做。蔡英文已经6年总统了嘛，他为什么不去做呢？他剩下2年不到了，2年呢，那还就不会去做了。那这个问题一直存在，所以台湾想要成立一个国家，那是比登天还难陈水扁8年也没有做，蔡英文8年也没有做，你比登天还难，因为时间可能会越来越紧迫。我把问题讲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没有告诉民众中共的威胁，中共的这种辽宁号在台湾东部400公里在那边演训，台湾不讲
因为怕影响投资，影响外侨外资进来，怕影响股市不告诉民众，只有小标题，因为怕影响新房，影响社会的动荡，影响外资，影响股市。现在有疫情，有乌克兰战争，有内忧外患，你现在都不讲，你不讲，人民不知道中共的威胁，所以也就有72%到78%的人认为中共不会武力犯台。那既然没有这种忧患意识，那台湾在新房上也要去建构，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天方夜谭。这个我要说出来。最后一个我要提到，因为时间的关系，讲到开罗宣言。开罗宣言政府没有看法，政府没有说法，政府也没有说明呢，政府没有论述那你要怎么去讲？你政府都不做这个事，你要叫谁去做？政府是最有资源、最有人才、最有庞大机构，1年2兆新台币的预算，你都没有做这个事，你要叫谁去做？你是视而不见，还是有其他的顾虑？那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在讲，政府知道这个事，但是政府不说，政府不讲，政府不做。那你请问我们能够做什么？庞大的资源能够做，他们有资源他们不做，我们没有资源我们能够做什么？我把问题也点出来，那政府也不愿意去做，政府有所顾忌，政府有所考量所以这个问题也就变成一个小众之言，也就变成我们这个灵光一现这个也只能被人展这个也只能这个起了一个波浪就结束了也只有这个现象是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共识，形成一个重要的议题了这是以上我个人的浅见，谢谢。好，现在呢，我们延长10分钟来 Q&A， 然后范教授，你有问题吗？要不要提出来？如果没有人的话，那个邱律师你可以再发言简短的问题。范教授，你要说吗？有啊，他们有没有其他人要说？好，那你先说好了。OK。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我们都跟美国买武器嘛，那我们军事人员也要他们来给我们训练使用武器嘛。那这个使用武器，你像有一些我们人民我们要使用武器，你也要国防部还是什么也要开放，让我们可以，比如说有一些靶场可以让我们去打靶什么去做嘛。可是我看目前没有，还有我们记得我们当时年轻的时候，那个军事训练就是学校的军训课都会去打靶，但是我看那个现在好像学校军训课这个也没有了。那我那个小孩现在一个念高3的，那他要去打靶的时候，什么还要家长同意什么？这个我觉得说我们的教育部似乎有一点问题啦。刚刚那个将军讲说那个开罗宣言，政府没有去做，现在政府是在帮中共宣传，你知道吗？中共说根据开罗宣言，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政府还配合他，所以为什么我要赶快去把这个心环打破掉？就是这个教育的问题，还有刚刚这个国防的问题。那我们这个到底将来这个刚刚张将军讲的说，他东部在今年，可是我们政府都不讲话。我就不晓得我们的这个海军的实力到底够不够了。海军实力如果不够，那当然台湾跟中共打仗，现在就是海军跟空军最重要嘛。至于陆军呢，那根本就是然后我希望说提出来了把问题提出来。曾淼红，你曾上校，我想你也是军事人员，你提问一个问题好吧？然后就是梁世你来提出来，好来。曾淼红，我今天是很想当听众啦。那我的感觉是战争的形势在改变了，这个且战且走
边打边练兵哈，其实现在作战的形态完全改变。我们去思考哈，乌克兰俄乌战争的战场上，你们相信不相信？那个 UAV 这个 UAV 遥控飞机它是透过美国本土上面的那个操作所，然后呢遥控 UAV 在俄国跟乌克兰的战场上远端遥控，精准打击。那个操作所那个 UAV 的操作所我不是讲台湾刀有些的 UAV 的操作所是在美国本土，透过马斯克的那个的Starlink去远端遥控精准打击的，你们相信不相信？所以说曾经在8年前我曾经讲过，美国已经颁布了一个命令，你操作的 joystick 摇杆，你可以得到勋章。为什么？因为它竟然能够远端遥控操作一个 UAV 去打到莫斯科里面的普丁，把他打死。这个厉害吧？所以说很多的思考观念都要改变了这是我想我干了20多年的军人了在军中也有酸甜苦辣了这个东西也不值为外人道也了如果说私底下找我喝咖啡聊天的话，我讲给你听，你们会串起来都绕也怀了好，那我现在讲说，现在的作战完全观念要改变，远端遥控精准打击，莫斯科号的军舰打出去的灰弹，搞不好是从美国本土打出去的，美国本土的操作手弄的OK， 我只讲这样子大家观念要慢慢去改变，战争的形态已经完全改变OK， 好，谢谢。现在请中社来发问，然后就请2位主讲人作为今天晚上综合的回答。来，中社。那个我有看到那个 John Chu， 你有 raise hand 你来发问啦。我想要报告就是讲后礼拜迄个 program 时间可能真逼，请你发问好了。真多谢我有这个机会会当和大家讲话我今日有听对头听到尾，非常的感谢2位蔡明宪博士跟张庭元博士对军事方面对国防方面非常丰富的经验也给我们建议我听到足欢喜的我对台湾的军队虽然说有很多缺点，但是把缺点讲出来，下一步就是要去讨论怎么改。那也许这蔡英文跟那个马英九的期间对军事不那么注重，因为那个时候是太平时期嘛或者他们认为是太平时期，其实现在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的，既然有这些问题跑出来，我们就是要努力的去解决这些问题。那解决的方法那解决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有信心。我相信台湾人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那我也非常喜欢曾淼红博士他刚刚说的，就是说我们要晓得自己怎么样来了解对方。像乌克兰的战争在开始之前，我们根本不会知道乌克兰会战成这么勇。所以假如我们对台湾一直有信心的话我们自己去鼓吹的话，我相信我们的战争会变得很好，会变得很漂亮。我是相信战争会来，但是我也相信台湾人有办法，在福建、在海峡中岸、在岸边就有办法把它解决。当然这个是需要有时间来决定，这个是我想要讲的。真多谢。好，那请2位主讲人就回答了OK。不是说还有江谢要讲话吗？没有关系，我想我就做最后那个要报，我要报那个后礼拜的 program 用一寡时间恁2个先想要做结论啦。
两位主讲人结论。可不可以请那个张延廷将军你就先发言了哈，那我做最后的发言，可以吗？张将军，请。好，那我这边讲3个。第一个讲这个海空军的实力啊，中共的海空军实力，中共的海空军实力确实最近几年这个很明显的上升了啊。中共目前这个战舰啊，就是军舰这个370艘，数量上我们讲的数量是跟美国旗鼓相当了，美国355艘嘛，大概在这一方面，它确实是这几年蛮强大的啊。那个包含战机的话，我们没有逆中战机，中共有歼20已经出来了嘛，它现在主力战机是歼16啊，它的运20大家也知道这次有到那个塞尔维亚嘛，去运送一些这个中长程的防空飞弹，大家了解有这个方面战力投送的这种印证啊。另外一个是轰20的逆中轰炸机，目前还正在做测试当中，这海空军的实力是逐渐增强当中。另外一个就是刚才那个曾淼红博士所提到的远端遥控，对，远端遥控这是这样做，没错，他讲的非常的专业啊。那我们也要远端遥控了。现在就是说有没有对方也会做远端遥控，我们也要具备远端遥控的能力。那我们远端遥控能力的话，我们人造卫星的主控权，刚才又回到那个问题。第二个，我们有没有遮蔽中共远端遥控的效果？这是我们要去研究的。我们现在认为我们有局部，还是有多少？这是很重要。你要遮蔽，让它无人机就失效。有没有办法遮蔽？遮蔽能力如何？还是根本都没有？我要认为啦，这是我个人的大胆的预测，我们根本都没有遮蔽的。那我们也要具备我们能够远端遥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具有遮蔽的效果，但是我们这方面2方面都没有。我这么大胆的假设，认为我们是没有的。那换句话说，我们要未雨绸缪啊，要超前部署啊。那这一方面我们是要努力的，因为将来无人化的战争，现在俄乌战争就是 AI 1.0版，无人机出来了。下一场战争是 AI 2.0， 2.0的话，无人机更大量应用，包含真正的无人机器人出来了。这个我认为我们要在这方面要走在思想先走在前面，行动才能配合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谢谢。谢谢。部长。好的，我简短的做几个更具体的想法跟建议哈。刚刚听了这个我的好朋友哈，我尊敬的国防部优秀的杰出的将领张延廷空军副司令所说的，怎么样来从事积极的做国防改革跟转型？那这个问题呢，或者增加台湾的这个国防的忧患意识，或者要怎么样台湾内部能够团结一致对外，这个跟三军统帅总统有关系尤其在国防部这个封闭的这个社区里边呢，军人要做国防改革，军人要做军事转型，军人要提升国防的预算，军人怎么样？国防部长能够这个制定这个用人唯才，怎么样来做这样的一个军事转型，提拔有用的这个人才等等，这个都跟总统有关系，这个跟文人的部长有关系，因为阿扁总统提拔了一个地位的所谓的国防法以后的文人部长，他有实权实力的文人部长。那马英九也用了文人部长，但是蔡英文总统到现在都没有用文人部长，都用军装退下来的所谓的这个军人部长。我想这个呢，让这个刚刚张将军所说的这些怎么样改革转型更加困难。所以我期许蔡英文总统做未来的2年的文人部长能够启用真正的文人部长，因为文人部长
它除了专业以外，它比较没有所谓的军队的本位主义，也比较开放的，要注定国家的安全战略目标跟国防的战略目标。它可能我过去呢，在国防部当部长副，我都邀请除了军人以外呢，我会邀请民间的专家学者一起来讨论国防的战略目标，那就比较怎么样来用人，怎么样来征兵，怎么样强化台湾的不对称的战力。事实上，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做，但是很可惜，过去十几年来了这样的一个文人领军的或军人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是没有落实，这是第一项。第二项呢，我刚刚谈到了国防战略的目标，从过去60年来，从蒋介石的时候说要反攻大陆，杀猪拔毛开始要反攻大陆，所以那个时候的军队就准备要反攻大陆，所以训练很多游击队啦、特工的人员啦等等。但是后来呢，慢慢的变成了所谓的要保卫大台湾，要防空、制空、制海、反登陆，强化在台湾海峡的作战。那到后来呢，过去10几年来，我们变成了有效遏止、防卫固守台湾、台澎金马。所以我们的预算，我们的一切作战的目标，就在防卫台湾这个作战。慢慢的又忽略了台海的作战。刚刚张将军跟我们的同意，台湾的海峡，我们要保卫台湾，我们就是要控制，甚至要跟中共解放决战的台湾海峡上空、海上或海下，不能让中共来登陆台湾。你如果登陆台湾，就台湾小台一定台湾人会死真多，一切通讯交通、水电都破坏掉。所以台湾是没有那个立场。当然我们要确保台湾的安全，但是要确保台湾，一定要先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跟稳定。所以这一点呢，我一直希望国防部的朋友、三军统帅都能够未来的国防战略安全的目标能够强化台湾海峡的安全。最后我也希望说，刚刚谈到了这个台湾的国家地位，现在外交部、教育部也好，一直谈到说台湾这个波茨坦宣言、开罗宣言，谈到说台湾要归还给中国。老实讲，这个不管是开罗宣言或波茨坦宣言，从我研究国际法，他们不是条约，他们是一个政治的宣言，那个年代。但是最重要的国际条约是在旧金山合约，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日本还有这些30几个国家跟日本签订了旧金山合约。合约中，日本宣称放弃台澎金马的所有权，它的领域，但是日本没有说，这个旧金山合约并没有说日本放弃了以后要给中国或给任何的国家。那依照联合国的人权宣言，这些国家或战前的殖民地要由当地的人民，要公民投票自己决定当地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归属。所以我认为台湾呢，在旧金山合约是没有决定说台湾的国际地位，但是经过了1996年以后的4次的总统的大选，台湾已经自己人民决定了自己国家要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要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所以这一点我是相当坚持的了只要说政府，阿扁总统那个时候是一边一国他讲得很清楚也把国防部的这些口号改变所以我是认为说，要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国家不难，这个最主要是透过人民的总统的选举、立法院的选举，由人民来决定国号、国歌、国旗等等，让全国人民透过这样的公民投票或选举总统，
来决定自己国家的地位跟国家的认同。全世界国家都是，美国以前在200年前跟英国作战的时候，他们还是没有美利坚共和国，但是他们经过了宪法，制定新的宪法，国名叫做美利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就是这么样。所以我想台湾也是要这么样。这个是我个人的想法。谢谢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参与也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学习，谢谢大家。我想真多谢2位主讲人讲了确实足精彩咱伫遮学习的真济。即马伫要报上尾节目以前呢，阁有一个 announcement， 就是邱教授有一点你要发言是吧？Paul。好，不好意思耽误大家的时间哈。那刚才我们就讨论很多的事情，那我们也要跟无论海内外的所有的朋友来报告一下。其实，在海外很多的在海外的台湾人，我们也是尽量的在为台湾来发声，来争取台湾的海外空间。譬如说，刚才我们也看到那个周巨源教授在这当中，但是他可能比较晚的离开哈。那他前2天就昨天在《Wall Street Journal》他的投稿，也为台湾在这个参加这个印太经济架构这个问题上面为台湾来讲话来发声。那各位也可以知道说，华尔街日报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媒体。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也是蛮振奋的事情，就是我们协办单位台湾会馆的这个理事长苏春怀博士，他的女公子，他的女儿丽莎素这个他在前2个礼拜，麻省理工学院，也就是丽莎素她毕业的母校，有一个新的大楼，用丽莎素 Building 丽莎素大楼来这个命名。但是各位可以知道，麻省理工学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校。那在这个命名的典礼当中，那各方的冠盖云集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不止苏博士他亲临来参加他女儿的这个命名典礼，而且他甚至也还邀请了在这个台湾驻波士顿代表处的这个处长和科技组的组长。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些海外的侨民其实即使是人在海外，但是心系台湾，为了台湾的这个民主、自由、繁荣继续努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台湾有很多有志之士我们今天晚上参加的很多都在台湾。那在台湾也是在各个岗位上面发光发热，我们非常感谢大家的辛劳。好，谢谢 Paul Chu 我现在要给大家介绍，就是下个礼拜跟下个礼拜还有下下礼拜3个 program。第一个6月4号，就是美西时间6月4号，台湾的时间是6月5号，就是由咱台侨这个伫加州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 的 Vice Chair 的副主席就对了。Peter Kou 要来甲咱用迄个政治的角度来甲咱看这场战争就对了。第2位就是一个大家拢熟悉蔡丁贵教授。蔡丁贵教授伫6月4号，就是台湾的6月5号会参加咱的这个座谈会那么6月11，台湾的6月12呢？咱院长咱的院长，迄个尤锡坤院长要来甲咱座谈，甲这个叶耀元这个博士伊拢是用政治的甲国安、国土安全的角度台湾要哪立法？今仔日咱有讲到真济。这个新房效忠问题可能伫遐做一个诠释搁过来6月18，由这个台南党的主席刘一德要来甲咱分享
第二位还未 confirm 安尼，所以以上是这个报告。那么马婷，你个上尾要啥补充的无？咱超过时间真济啊。OK 多谢各位两位主讲者，甲所有来参加这个线上座谈会的人士。明仔恁若讲要搁影音回顾，恁会当请起来台湾海外网，搁来欣赏今仔日的盛会。今仔日两位专家甲咱指点台湾未来、台湾国安国防的问题，所以咱如何要来制定台湾的新的国安国防的策略？这是咱大家共同来拍拼。今仔日到这，多谢恁的参与，多谢恁的支持。OK，伫遮大家互相say good night，good morning，OK。good night。多谢哈。好，多谢。谢谢大家辛苦了。谢谢。好，谢谢。 OK， 好，谢谢将军，谢谢部长，谢谢部长，谢谢部长，谢谢马里，谢谢部长，阿婷，大家平安。黄驾到黄医师，多谢你继续听下去嘛，多谢你。真正谢谢，多谢。好，谢谢，谢谢，俾大家散会，大家保重恁的健康，多谢。这个Michael， 多谢你哦。呀，谢谢，谢谢欧董哈。拢讲了足好，谢谢。恁明仔搁请恁看台湾海外网吼，恁若是要做恁的 DVD，我哪会使吼我甲。